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藍藍，歡迎返嚟同行者一齊進步。如果你係第一次聽我嘅 podcast，呢個頻道係關於個人成長、自我療愈同埋育兒嘅。如果你都想有人同你一齊學習同埋進步，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個鐘仔，咁一有新片 YouTube 就會提醒你返嚟學習啦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書呢，係張小嫻嘅《當你夠強大，才能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》。大家唔好以為呢本書又係愛情小說啦，呢本書呢係一本勵志嘅書。呢本書好強調自我認識、了解自己、追求夢想同埋進步啦。睇緊呢本書嘅時候呢，令我不斷咁樣思考自己嘅需求同埋目標，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優秀呢？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優秀係因為啲咩呢？因為屋企人、伴侶，定係因為自己而變得優秀呢？抑或係想超越同齡嘅人呢？呢本書係不斷咁樣提醒要努力咁樣去實現自己嘅理想啦。今次呢，我會讀少少書嘅內容啦，再加自己思考到嘅嘢俾大家。記得聽到最後。如果你而家有呢本書，歡迎你一齊揭到嗰一頁，一路睇一路聽啦。大家有冇試過有一段感情呢，係令到你覺得好委屈嘅呢？可能係對方成日都 PUA 你啊，對方家長覺得你趁佢哋唔起啊，覺得你冇錢，死窮鬼，又或者無論你點樣努力，對方都係唔滿意，等等等等。小嫻喺第131頁就提到啦，長大多好啊，獨立多好啊，依然期待愛情，依然享受愛情，依然需要陪伴，依舊相信有個人陪着終老是幸福的。但是要委屈自己就不必了。我那麼努力，是為了可以愛得有尊嚴，而我終於懂得自愛的好，就不必再讓任何人傷害自己了。大家睇到呢一段嘅時候會 highlight 啲咩字呢？我睇嘅時候呢，係 highlight 咗要委屈自己就不必了，同埋愛得有尊嚴啊！請大家記住呢，愛係包容，但係不必委屈。我哋呢都必須懂得自愛啊！做咩要委曲求全？做咩事要辛苦自己呢？其實我好優秀，只係你唔識得欣賞啫。總會有人懂得欣賞我嘅好，我嘅長處。更重要嘅係重點啦喎，係我欣賞自己。大家有冇聽過人哋話要揾一個同頻嘅人呢？第110頁小嫻就話啦，人生中有個伴侶同行，當然是幸福的。兩個人一起走路，雖然比一個人走得要慢一些，卻又可以走遠些。可是人有時就是單身。呢度我 highlight 嘅位呢，係一起啊，兩個人一起走路嗰個一起。其實喺世界上呢，係冇永遠同步嘅人，但係會有願意永遠一齊進步嘅人。大家嘅家庭背景、成長經歷、過往嘅圈子都不同，唔係永遠同頻，係再正常不過嘅事嚟㗎。但係唔緊要啊，我哋進步嘅位係可以唔同，你攻拜柯，我攻法文，只要我哋都係進步緊，咁咪得咯。又或者你話我鍾意耍廢都冇問題，咪揾個想一齊躺平嘅人咯。不過我相信聽緊嘅你一定唔係耍廢同想躺平嘅，係咪？聽到呢度嘅你，有冇聽過身邊嘅人話當初結婚係老豆老母叫咯？唉，啲親戚係咁催我結婚咯，阿爸阿媽想抱孫啊嘛。請你即刻 share 呢一條片俾講呢一番說話嘅朋友啊。小嫻喺第25頁話，不要為了滿足別人而結婚。喺第152頁話，當你足夠強大，誰敢睡到你？誰敢催促你？哇，多麼溫柔啊！如果係我就會話，你老豆老母就叫你好好讀書啦，唔見你咁聽話。對方講得出咁不負責任嘅說話，我覺得我都唔需要留情面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先。祝福聽緊 podcast 嘅你會變得更加強大，亦都揾到嗰一個願意永遠同你一齊進步嘅人。幫小嫻提提大家，唔好再苟且咁樣過日子啦。你嘅夢想又係咩呢？嚟緊又有啲咩 planning 啊？歡迎留言分享下。
仲有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。有書想我分享就話畀我知啦。下星期再一齊喺同行者進步啦，拜拜。